伫处在荷兰和声音冠军，是国际知名歌手的 Martin Garrix，108年起，2档的圣诞跨年拢受邀请来台南演出。2档后，伊再次现身南方购物中心，以上出名《You Raise Me Up》这首歌，要甲所有市民分享，嘛互歌迷相当期待。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这耶诞跨年活动特别的节目非常精彩，所以除了有老朋友Martin Garrix 之外，还有我们的 Mary Jazz 也会来，还有许多的国内外的这个明星，那几乎是全龄式的，不管是青少年朋友们，不管是我们大人或者是一般上班族，其实都是适合的。此外呢，我们也有亲子活动，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所以欢迎 Martin Garrix， 欢迎大家来南纺购物中心一起来同乐。那同样的，也欢迎在12月17日、12月24日、12月31日，我们都有在新营或者是市府西侧广场一起来参加我们市府所举办的耶诞跨年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市长吴惠婷嘛准备台南7个将军当季的第3美龙，要来祝福 Garrix 在台南演出期间顺利圆满。市府强调，这2档受疫情的冲击，真侪民众心情拢真郁卒，所以欢迎老朋友搁再回来，伫温馨的12月圣诞跨年，用歌声来疗愈大家。耶诞跨年系列活动，一起来台南。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